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一后面看到风车咧过，遮风头水尾、风湾、汉堡这个所在，真侪人掠做讲啊，风湾敢若咧饲鸡啦、养鸡啦，但是佫较侪人咧饲啥物？我甲你讲，饲一种乌色的宝，这什么宝呢？这对家猪啊，小等啊，汉堡互咱看，咱来看吼，汉堡内面有啥物汉堡？来，这两个少年呢，嘉宏啊，甲怡华吼，你看因哦，笑面满面，今日好代志，好日子。你若讲吼，模范父亲吼，对，哇，所以哦，特别约较早6、7点啊，哇，落还袂开咧。但是哦，看到这乌金我就开啊啦。咱哦，今仔日要互我好来实习一下吼。嘿，但是我来讲，这两个吼，拢毋是最浓的啦。你看。虽然看起来即摆呢，敢若转来已经适应了吼。一个读这个，咱是读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海洋。嘿。哦，海洋生物系。嘿，是。哦，这啊做行销的啦，对台北转来啦。哦，所以哦，拢是对着 COVID-19， 是安尼吼。是。来，咱来入来试看卖。好。咱即摆小等呢，观众朋友到即摆还佫唔知影，咱内面是饲啥物宝？乌拉。乌拉，嘿，哦，这乌拉内面在市面上有一个品牌啦，哦，咱这个品牌吼，咱无挑工个广告，因为咱这公共电视，家己看，你知的人你就家己看，咱来吼，古堡，哦来，来，谢你哦，来，这是咸水甲正水斗阵的，对。半咸正，半咸正吼，嘿，差不多 pH 差不多到倒位？是咸度，阮讲迄咸正拢是讲咸度，咸度头度半系啊，度半嘿，差不多，哦，比海水差不多减一半，嘿，减一半，所以拄啊好一半，吼，千分之30，分之35，嘿，对，来，刷来咧，过来就是，阮就用这杯啊。落去搞迄乌拉，因为乌拉是大个土内底。你安尼遮大片，你安尼逐工用安尼搞？当然，逐工拢爱搞啊。啊，毋过阮搞。毋是你咧搞是安尼要安怎出货啦？这毋是要出货啦。这是应该是讲，阮逐工要看的是，要甲搞起来，看伊有咧大无，有乖乖咧大无。嘿，差不多。哦，甲顾就对啦。哎呀，当然啦，因为伊这是带土内底的物件，你无安尼看，你变怎知影讲伊有好好咧食饭无？嘿，有好好咧带无？足侪人当做伊带喺水内底尔，唔知影蛤蟆拉是搁伫咧水的土内底。对。对，所以即摆伫这就是互阮大家爱甲顾起来，去看伊的迄个，因为无你蛤蟆要安怎知影伊有咧大，就是咱讲顾起来，看讲生长状况啦，系面口啦，还是讲甘母咧死啦，还是讲甘母？面口是倒两字，你讲观众朋友听。面口哦。系啊。面口哇，面口吧。啊是啥意思？是啥意思？类似讲伊的上外口迄顶生长纹的概念，生长纹啦。对。哦，面口。面啦。OK。哎，学着哦。来，咱来看卖。唔过吼，先讲哦，因为咱这是乌拉哦，规个拢乌的，可能看较无，蛤蟆就较明显。无啊，你专业爱功夫啊。你专业的甲咱讲互咱听。来，你看无？土内底，拉伫土内底。安尼。一个土。所以为什么用这个杯啊？就是其实伊会拉的啦。你莫用手先啦。摕去鸟出人啊，来搞好。哦，安尼。这个日本料理定系咧用的啊。对，日本的。这药膏蛤蟆会整啊。嘿。吼，这药膏蛤蟆会整嘛。因叫做啥？亚麻豆嘿。亚麻豆西吉米。日本啊。亚麻豆就河啦，大河啦。哦。这边安怎看哈？这粒是死去的啦。
要紧，你会说明讲你逐工顾起来你安怎看？就是阮就是主要就是看伊的面口，就是像讲细细的，伊外口这层有光无？像讲这个伊就是有光，你有看到？就是伊上外口伊迄浅浅的。啊，那这还无光呢？这还无光，就是伊最近较无咧大，所以就是爱注意，就是像讲我有盼花看者。来，这正手边的有光，旁边去看有吼。哦，这有咧大。嘿，对。哦，啊这较暗淡啦。较暗淡。大较慢啦，大较慢。嘿啊，就是像讲我逐工咧顾，我是老化去，还是讲最近伊较鲜？嘿，可能是安尼。嘿。适应较无好，就是你看这两个少年人较光，啊我较老面，啊就显无光，就是安尼。跟年岁无关系啦，跟年岁无关系。因为你爱想因一个，就敢若咱人同款，伊今仔可能较水土不服，还是讲伊今仔可能感觉较无胃口，伊较无咧大，啊所以咱逐工安尼顾，就是讲，有的人有金，面口有金，有的人暗淡，咱就爱注意啊，是不是爱换水？你敢有看讲，这位、迄位安尼，每一位拢爱水，拢爱看。专业。伊会看视觉，对啊，看视觉啊吼，啊看比例，嘿对。那讲，哇，啊你这是偌大范围啊？通常啊，一捆差不多1架。买命都1架，你5到当时啊？啊，所以爱开车啦，才偶尔再过去对面看。这安尼草拢先用偌久啊？这头半年，半年哦。半年。啊，知影是对日本来。对，上一开始啦，啊，阮你看像这细粒嘛，像这细粒啊，就是阮就是对幼崽啊饲甲安尼，啊，再搁继续饲甲头大啊。你互咱观众一个概念吼，幼崽啊来的时阵才偌大。咱一个概念哦，你拿啊，即摆市面上，其实恁咧买拿啊，通常头这种寸长，对，这种对，这种寸长吼，头一斤，咱讲一大斤100粒，啊，这。一开始的幼崽啊，咱发起来，伊开始咧饲对偌济，可能一大斤几万粒，对，几万粒，饲甲几千粒，再搁饲甲几百粒，再搁饲甲100粒。哦，啊，毋是迄个鲍鱼的概念呢，2头包、3头包、4头包的概念咯。啊，这就要成长偌久？这头2年咯。啊，饲甲这样就无彩啊！你一般市面上无遐大粒的，这真贵咧。所以你讲一个重点嘛，咱伫日本的这个料理店、日本店。食这细粒啊，对无？这是日本介意的春秋。问题是你叫台湾人食这啊，想袂？食无？对啊。所以你无饲甲这大粒，你伫台湾无销。所以无共款的所在，大家人的口味无共。哦，这习惯性也无共款。嘿，对无？你讲来今仔伫台湾有这，看啥物买？啊，安尼恁敢有算过讲，这安尼伫台湾卖利润较高，啊，这安尼卖去。利润拄多好，安尼超拄好个 business model。其实吼，应该想一个概念啦。为虾米咱讲的哦，细粒啊，我若是不是阮弟弟讲的，饲头半年以内，咱就会当销啊，较无风险嘛。啊，你大粒的饲甲2年，是不是啊？来去死去对。啊，为虾米要饲安尼？其实毋是阮愿意的啦，是因为当初吼，这寡乌拉是日本叫做饲组专门的，饲的就是销日本，无咧销台湾的，是因为疫情。啊！疫情日本无法度买这个啦，咱才家己想办法来供应台湾。对啊，所以你头仔问讲安尼会好无？还是讲安尼有算讲伊的迄个？嘛是不得已的经历。对，迄毋是为着要做才做的，是无法度，咱来想办法。但嘛愈饲愈大。这两个少年就是山不转路转的概念啦。系啊。哦。啊，愈饲愈大，咱毋才发现，无咱哪会去甲饲遮大粒，对无？啊，愈饲愈大，咱发现讲啊，台湾佫较爱这，台湾不爱这。嘿，啊，拄啊好，拄啊好，安尼拄啊好啦。啊，因遮吼，伊这读这个海洋生物系吼，伊这吼几个特点。头一个，你讲用这养乐多落去饲哦，毋是养乐多啦，用菌啦，用菌啦，哦，益生菌，哦，用菌落去饲。对。啊，用菌落去饲是啥物概念啊？因为就是有用菌落去饲，就是应该是讲我甲学校的迄老师迄讨论，就是其实阮咧饲养吼。毋是干野料落去遐尼简单尔，因为尤其是咱看这乌拉，你敢有看到伊的喙？无啊，那没。系啊，这其实伊毋是食料的啊，伊是食。伊毋是食料啊？伊是食料，伊是食藻，做碎料迄种藻。对啊。围藻。哦，因过滤的。嘿，对，过滤的。树
对啊，因为从迄传统的，就是从阮爸爸迄代的养殖方式，伊就是撩都讲甲压咯。他讲伊就讲，我一个月有一捆，我知，老是压，老是撩甲压咯。伤济啊，有氧化了。嘿，对对对。啊，这水一般变歹。搁较重要的是啥？你知无？咱讲伊倒来土来，是土嘛变歹，土变歹去。对，啊，一年比一年产量多歹。啊，对，当来吃啊。你观念正确。哦，对。所以土爱好少年爱好挖，对，爱好食菌，对。所以食菌骨头的好处啦，就阮弟弟讲的。对啊，就是顾水顾土，甲顾你土若好，水若好，你做自然嘛好，啊你做若好，逐项拢好。啊当然就是乌啦，伊就活了，嘿啊，活了才快乐的。嘿啊。哦，啊产量嘛会较平均嘛，较好控制，较稳定。阮即摆会讲吼，毋是因为安尼产量才好，是因为你看像进前台风，还是讲做大水。你等到因为你的水甲土够有好，你较袂去伤着，所以即马是理想的，较袂死。做大水来的时阵，你看像雨若落，是毋是盐度就走去啊？啊，你若讲风台来透风，还是影响天气这个天候的关系去影响着，伊拢会影响啊。哦，伊较有韧性。对，因为你环境较好，所以伊较袂讲黏伊一个，比如说一个风足强的来，伊咱讲的这叫做这叫啥？低气压，还是咱讲其他这叫啥？就是低气压。你像讲风台要来进前后，就是伊的气压会较低对无？啊，你若是应该是较低对无？你土底迄一寡有毒的物件，伊就会扑出来，对，迄就会伤着。哦，这韧性较高啦。对，啊，所以读科学的人吼，才会知。无啊，这咱加减知吼，对，其实万物生长拢共款的意思啦。嘿啦，共款概念啊。其实迄老一辈拢感觉讲吼，啊你混药，你常讲风台来就会死啦，什么季就会死啦。啊，毋过其实迄无影，应该是讲你爱看，倒去看有啥物伊会死，咱爱去想办法去解决。嘿啊，你常讲风台来有啥物会死？对症下药啦。是啦。哦，是。啊，这敢若抽迄个虾膏共款，爱用棒浦落去抽，对土内面去抽嘛。我是毋知虾膏安怎了，问题阮毋是抽，阮是算混抓出来，抓水甲抓出来。对。啊，一人捌尾吼。嘿对，你影片看到安尼，就是讲吼，迄是强力水柱，用水安尼抓落土，啊像你安尼，你挖一个起来，土来着，毋是，你挖一个，就是你看用这强力的这个水柱抓落这个网子网仔内底，网仔就是一个土。啊，迄个网尾的人，即安尼碎。哎，对。啊，就剩哪伫内底啊。对，所以若是照亮的时阵，阮弟弟是真正来过啦，毋是干来看尔，照亮的时阵嘛是来过。啊，就话尾你要开迄个机械，再搁落安尼行。啊，恁咧放柴的时阵，敢有讲啊，这种1年生、2年生、3年生，照年份啊才放？其实袂呢，像讲以即区来讲，阮安尼放咯。伊都同时间的哦，有大有细，所以阮咧你爱想，阮是用迄个网啊，有无？啊，才落去抬。嘿，对。比如说比这个较大的弄起来。大细粒袂去烧钱嘛，大细粒放伫内面，啊，因大细粒袂去抢嘛。啊，所以就是密度爱控制好啊。嘿啊，密度爱控制好。哦。而且你愈掠愈long，是毋是愈老大？所以其实你爱定甲你爱起来有无？哦，这伤大，这粒好起来。细粒的，唔知会搁会大。我嘛真招稳，啊，安尼是去问啊，落去捡啊，去抬呢。阮讲这个菜蔬叫垃圾啦，拖垃圾就爱足注意啊，你唔通重复就伊掠，遐拢无掠，你爱招稳。我伫厝诶做招阿母时拢买恁兜诶。诶，较甜啦，迄有妈咪较高。嘿。诶，有妈咪较高。诶，大家就知，毋是拍广告，这是讲实话哦。哦，这安尼，这大细粒吼。嘿。啊！你看哦，你知影一开始啊，有个人会讲啊，你这哪安尼吼，生了就歹个。哦，噜，嘿，对，要饲金啦，饲歹去安尼。对，真正一开始迄拢无顾卖。嘿，足侪我去迄个即种叫姊啊啦，拢会甲我讲啊，这种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啊，水沟啊足侪这。个尾就是啊，一直甲大家解说，毋是啦，这日本种无共种，嘿啊，你看乌金毋才是水，伊就无黄的啊。是啊，或者有影。所以这嘛是咱伫台湾咧推广的时阵吼，爱一直甲大家教育。爱甲群众爱沟通啦。而且这乌拉伊是饲的，咱这种就是海水的，伊是较无臭味。较甜，就像你讲，有妈咪较济，有妈咪较济，有妈咪较济，这有影。你若做招妹时吼，哇，赞。哦 ，OK。
刚好，这甜哦，我感觉味到醋的味呢。嘿，无唔对。啊，这是益生菌。嘿，这就是阮饲养店咧用的一种叫做枯草杆菌的这个菌。啊，伊这个菌吼，伊主要是咧改善水质的。我说过。嘿，所以你是因为你读这个生物科技，啊，所以你知影讲改善水质爱去找迄个枯草杆菌。是啊。应该是讲，你要较详细的讲，就是像讲，阮要做走水对无？哈，阮唔是像一般渔民共款，阮咧野料，阮唔是，阮无咧野料的。阮是海水里摆，因为阮遮是汉堡遮，其实海水较肥，阮海水里摆水库对无？阮就摕这枯草落去甲压咯，伊会甲伊的培分透起来，变做讲甲伊的营养物质透起来，安尼来做做。所以阮其实无啥咧饲料的。哦，恁无啥咧饲料？无咧饲料，嘿。哦，就刚就是用这，就是用这。啊，安怎用？就是像拄则安尼啊，开船安尼甲破落，啊，这底是安尼会拍起啊？拍起啊，因为伊这枯草伊介意空气，伊爱有一寡上爽，伊才会活。你有品到这类似讲醋的味，就是水果发酵。刚迄个康普茶。康普茶的味对，伊是好味哦，伊毋是歹味哦。是啊。你若是发落歹味，迄就是这就是无效啊。这臭去啊。对，啊伊是发了有成功，伊才有这种味的。哦。对。啊这。四个猪啊，拢共款吗？还是讲有迄个期间的无共款？因为阮窟仔较侪啊，啊，就是这窟今日这窟牙，这啊，迄啊，就是拢爱压安尼啊。啊，你的成分是家己经验值慢慢累积起来，还是讲教科书顶头有写？无啦，这就是这个教科书顶头拢无写这啦，就是你爱去想讲，好，我今日要用枯草杆菌，还是我今日要用什么菌？啊，你就去爱找看试验。嘿，试验都是种菌的效果较好，对，家己落去。啊，你前后操试验偌久才知影讲，安尼这招会成功？我头用应该是讲，我头用过2-3种啦，啊，就是主要就是伊这种菌，伊是咧处理你水内底的阿摩尼亚，就是你就是上简单的，就是像讲，你这菌你有阿摩尼亚对无？你阿摩尼亚你像讲 EPPM， 你就摕这落去压咯，你过2-3工，你搁看伊阿摩尼亚有降低无？对，这个菌有效，伊会分解做亚硝酸，你搁看伊阿摩尼亚有降低，亚硝酸闹起来，代表讲伊这菌有效，有咧甲你的水质做改善，嘿对。哦，所以你唔那是干那锅啊尔，你得水爱提起来，爱去化验讲，爱有第一个试剂落去看伊的迄类似讲阿摩尼亚，对。哦，即摆这弄的无简单呢。甲以前饲法做无共的啦，对啊。啊，但是呢，讲起来呢，人讲起来一点怪啦尔，是安怎奈真侪人无要来用恁这种方式来饲？要安怎讲？因为应该是讲，有一寡人伊就感觉讲，唔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啊，伊就感觉讲啊，粉药自然会到天气，像讲规个啦到温度啊，会拍死啦，有诶无诶，按过其实伊无去细想讲有啥物。其他还佫一寡变数伫。对，其实水质的影响嘛足大的。啊，土壤。啊，土嘛足大的。对。啊，青池。青池嘛是。迄是大的嘛吼，因为你土就是甲青池差不多。因为应该是讲青池，阮窟仔无青池啦，阮是用迄鱼虾贝公生的。哦。阮就是放迄工作鱼。早无顾到迄个工作鱼。嘿。恁遮拢放啥物？阮放沙巴甲啦。沙巴啊。嘿，主要是沙巴甲，啊，佫有迄棒头乌龟嘛。棒头。嘿，乌龟。乌龟，迄就是工作鱼啊，伊就是像讲我放沙巴鱼，我是来处理青池的，对。啊，佫有变形壳嘛是来处理青池。啊，变形壳。对。啊，我放。啊，佫虾啊。虾嘛有。白虾。对啊，伊会捡一寡像讲你窟仔幼啊的物件，有机质啊，伊会去捡迄涂骹有机质。啊，而且看因的这模样嘛，知影讲因的有健康无健康。其实虾啊，阮拢是上尾修行的时阵。咧考的时，看偌济就收偌济，迄就是类似讲加减的啦，加减的零用钱安尼啦。这嘛是种机票啦，是。买当来看讲鱼、贝类，啊甲虾啊，斗阵共称。对啊，就是。但是吼，头早我看讲你摕一罐水吼，要来化验讲内面有啥物浊嘛。是。咱来看下讲，这实验室内面吼，除了看这浊以外，啊佫看啥物其他啥物物件。高，嘿，大家想讲哇，这窟仔的，要看这个汉镜，这显微镜，系啊，你睇摕水来，啊，即摆放伫这个气片内面吼，可以食，可以食，嘿，
哦，啊，即摆会当看到啥物？看做啊，看折吼。系啊，啊，要安怎看？你讲，就是应该是讲，阮以传统的养殖环境对无？阮爸咧饲，伊就是敢若看水色尔。啊，不过其实大家人水色看起来拢嘛无共款。长毛色嘛，我就看无伊讲这是绿色，我就想讲这是啥物绿色？迄基本上就是，迄拢是老一辈拢是看经验，啊，不过阮少年人无客观的标准。嘿，对，就是阮就是科学讲话、数据讲话嘛，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去学这个技术，就是通讲摕水来滴落，啊，搁来去看伊水内底的做，看是好做还是歹做。因若是参讲有小可有歹做起来，我就是进来落菌，还是进来换水，拢会使。啊，若是好做，就是可以继续。啊，那这内面你怎么看起来？我看袂歹啊。这边安怎看？你甲我讲。就是安尼，目睭安尼看内底，你有看到啦？参讲像尖的物件无？就是拿一支尖安尼，中迄一片，敢有看到？安尼恰，就是嘿，尖，那尖呢？哦，那尖迄就叫做真感藻，迄就是细藻的一种。迄其实是袂歹啊。尖瓜。对啊。哦，尖瓜折。尖瓜折。其实啊，这就表示水质好。水质袂歹，应该是讲阮看到的这种物件，阮咧用这显微镜的，上主要的就是要看讲伊有歹做无。像讲你今日窟仔有迄种蓝绿藻啦，有迄种。假藻啦，迄种就是对窟仔是无好的物件。啊，你要注意，爱注意啊，足注意的。嘿，迄就是凡说有可能有互你的窟仔。哎，安尼我有看到安尼一粒敢若菜花，迄是啥物？都有。会咱看无安尼，一粒安尼。吗？木迄可能就是类似讲伊内底的藻类，就是类似讲一寡碎屑啦，迄就较无重要。应该是讲，所以其实看这显微镜，迄嘛是一种技术，迄嘛是一种技术，就是你爱逐工去看。像讲应该是讲这我嘛是无人甲我教。无人甲你教，应该是讲这种做的物件，你就是读讲，我就是逐工摕来看。哦，这个拿尖的物件，我就看，我逐摆来，我10届，我就看到4届、5届，我就知讲哦，伊是做，伊就是知讲啊，过来对比讲哦，粉叶嘛有咧大，乌拉嘛有咧大，好，这种物件其实对伊来讲嘛袂歹。所以你这嘛是算做主学的呢，吼。对啊，算是啊。啊，册顶头拢无写。无册，伊原顶可能是讲什么淡水啦，讲什么海水，伊是足侪种做，几百种做，啊，所以你就是慢慢啊吹，这物件。无简单呢。是啊。你看伊咧笑，毋是3档2档哦，你蒙头偌久？这应该是讲我用显微镜做头4、5年啊。4、5年啊。4、5年啊，系啊，就是逐工拢去看啊。啊，我看你这还佫有这试这药水。系啊，这就是我拄则讲的阿摩尼亚的药水，去看伊阿摩尼亚伊偌济。啊，来试讲伊的成分还佫偌济。嘿，对。这其实是真，逐工头脑落来，你咁样洗呢？是啊，有一个经验值，啊有一个空价伫的，啊大家就安尼想呢。是啊。吼，啊你敢有讲以后想讲拍算要来做讲有一个较科学性的我坦白讲就是讲，放一个物件，踮咧水边、花边，啊，伊就家己会当自我来测验啊。迄有嘛有啊，有嘛有客啊，你嘛有啊？有嘛有客啊。啊，不过其实我感应该是讲迄种，因为阮窟仔伊是客外口对无？伊客外口伊个有海水啦，个有诶无诶，就是风吹拍你，其实伊迄种你若无校，嘿，变数较侪，你若无校正，其实伊较无遐准一寡，伊就是类似讲一个参考标准安尼啦。应该是讲你上准，你嘛是摕来，摕来遮量。而且伊迄咧测量的数据，伊敢若盐度、常讲 pH 值啦、溶氧，伊其实是阿摩尼亚、阿硝酸基，伊看无，你做伊嘛看无。啊，而且吼，我知影讲你家访恁家，你拢无放任何的化学的物件。无，这绝对袂使。完全无。完全袂使。啊，那万不离若有着病呢，要安怎？应该是讲，所以。着病就是无法度，所以应该是讲，阮咧做的就是预防讲，绝对袂使互着病。嘿，你就是平常时对无？我就是夜困，我就是水顾好，土顾好，你莫互伊着病嘛。所以会使安尼讲的，你饲5年，有捌互伊着病的？有，嘛有啊！啊，前几年较袂晓放啊，迄拢是经验啊，就是常讲迄阿摩尼亚无注意到啊，还是常讲天气变化无注意到，迄拢是死去，迄拢是学费啊，足贵的学费。所以哦，除了这个科学化的这个养殖以外，吼，
恁还佫做行销，还佫想即个以后的即个商业的形式。是。哦，乃至到讲要大细粒，后青、后色的，啊，才慢慢拍开即个市场。是啊。即对家己啊吼，啊佫较侪法宝啊。我听讲恁姐姐讲，谁人号即个名叫打饱嗝啦，你食甲会，食甲会打饱嗝啦，啊佫汉堡的蛤蟆，文蛤安尼。所以哦，其实哦，因还佫有即个辣嘛有即个分桥，嘛有分桥。咱继续来看，安尼工厂内面安怎创即个分桥？面口正常水的蛤蟆是安尼金骨。啊！你看，你若看到伊安尼有无规个拢溜皮啊，拢西北，就表示吼伊可能有问题死去啊。来，我甲你开哦。哎呦，这有影呢。嘿，规粒拢是土。咱就是希望吼，甲咱的这种蛤蟆甲辣有无咱饲起来啊，辛辛苦苦，咱就是甲伊保存起来，莫讲一个风台啊，是讲一个做大水，伊就失去啊。啊，对饲的人来讲嘛无好啦。来，咱这台啊，这看起来是要来分的吼。嘿，所以你看到嘛，咱这有写，拢有写哩。我这8分半，你这9分。这9分的。对，所以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哦。啊，咱要对这样的综合综合的这蛤蟆，咱安尼一支甲分过。哦，是。嘿，啊，我来做互你看。用药的，有无？啊，然后若有看到破气的啦，还是讲歹气的，咱来甲捡起来。啊，安尼甲心伊袂头晕哦。伊袂，伊有卡啊，伊有卡。伊 OK 了对啦。OK。袂甲晕到死安尼。袂。哦。啊，毋过爱较轻呢，因为吼，有的蛤蟆较薄壳，有的蛤蟆较。会破去。嘿，伤大力就破去啊，爱破去就了去啊。嘛是爱注意啦吼。嘿，所以爱轻轻的啦。对，咱安尼材料啊，过来换烹饪锅台哦。好，来。来。好。哎，无咧动，拢无咧动哦。拢无咧叮当的。安尼酷无？你爱安尼用摇的，你小甲伊断者，互伊摇起来。才有通啊，真正看到咧顺手安尼吼。来，我用互你看啊，其实你是爱互伊安尼，哇，一直分工，你要一直来，嘿，有了对啊，啊，莫遐尼斜度，嘿，对，爱小断者，啊，再搁摇，对。因为你若无拢吼，甲摇开吼，有个人会讲，啊，你那大细粒无共。哦，这敢咧无玩笑咧。哦，安尼啦。啊，你个人训练你的手啦，佮免去健身房啊。哎哇，是，安尼啊。好，啊，若好，咱就甲伊倒过去，咱就弄。啊，这边。嘿，对。所以咱就是安尼分，一支分。啊，这边的就算9分半。9分顶啊。这9分顶。对，啊，咱若要搁分搁较幼，就是搁9分半，搁有1寸。搁10分。对，10分就是1寸。1寸。1寸基本上就是咱台湾看到蛤蟆上大粒的。上大粒的。对，因为饲一年饲到头1寸就足大粒的啊。啊，较早有个人讲啊，蛤蟆毋是搁超大的吗？即马无法度啊啦，因为头拄咱伫咧开的嘛咧讲嘛，因为即马的蛤蟆一年风险就足大的啊，所以你袂讲一直饲。经较顾起。嘿，对，下晡的咱就经过起啊，咱袂一直饲。嘿。啊，这要看好歹是要安怎看？一个最简单的嘛，头拄我是不是经一个破去的？这就看有嘛，你嘛看有嘛？啊，对，这破去，较破去。啊，搁一种搁较上恐怖，就是大家上惊吼去煮的时阵，蛤蟆开一粒沙。啊。啊，一羹你煮的迄料理就较硬。嘿，对。啊，这边也看，咱就是伫咧抬的时阵吼，咱就看这个喙。阮伫头仔是毋敢，但是看面口。对，看面口。面口正常水的蛤蟆是安尼金骨。啊，你看，你若看到伊安尼有无规个拢溜皮啊，拢西北，就表示吼伊可能有问题死去啊。啊死去啊，咱看这粒是毋是歹去的哦？来，我甲别开哦。哎呦，啊有影呢。嘿，规粒拢是土。啊，你看哦，像安尼规粒土的物件，你若毋知影，有无咱转去妈妈毋知影煮了。迄点就了。规点了。嘿，啊，有个人会讲，啊，你就是吼蛤蟆爱吐沙，恁就是无吐沙吐好。啊，你家烹饪哥问，这边也吐沙，这边吐。这是要安怎吐啊？所以伊其实吼是空壳，咱讲的伫内底饲足久的嘛，啊，伊饲干若有蛤蟆若有伤着死去啊，变做壳，啊壳搁伫内底搁包一坨一碗沙。嘿，啊，你看其实伊足重的，伊的重量甲
正常的蛤蟆是平动的，变做公你其实看无。啊，你若无家己捡起来，真正就食落啊！啊，所以你讲咱要捡，咱拢吼会用卡的啦，会一粒一粒卡，像安尼去卡伊的声。你有感觉伊拍拍无？啊，好的是安尼，清脆。咱咧抬的时阵，若是看到讲，这粒像安尼，喙白白怪怪，咱就家己摕起来。基本上这喙只要死白，一定是歹的啦。啊，有一种吼，伊话，我伫市场买来吼，啊，咱当然是水嘛，啊，水的时阵吼，伊顶头这乌盐的所在，拢会叫咱水落来。哦，啊，迄是算好啊吧？其实吼，若讲较早，大家讲我不爱买迄溜皮的，对无？啊，毋过你若伫真啊吼，我会讲吼，迄正常的啦。因为吼，是安怎壳的溜皮，其实是土。你土质伤肥，有无？咱头仔咧讲，饲料啊，还是讲土底伤肥，伊就容易伊个壳会脱皮。对，伊会脱皮，伊会脱皮。啊，毋过你烫皮啊，还是讲溜皮，其实无一定是歹。等到是讲表示讲伊无家己处理过。还是爱听声才是。对，听声，派气是安尼哦。这就是破气的声。过来，甘土的，咱讲的一粒拢是刷的吼，就是安尼。有无？伊的声毋是足清脆的，所以伊是歹气的，咱家开开看就知影。你看，一个拢是刷。第三个是完全拢是好的，是安尼哦。哦，这大家就听有啊啦。清脆，拢无任何的，咱讲的拍声啦。啊，而且嘛有水，内面嘛有水嘛，嘿，所以才有这种声音。对。啊，刷落来，咱就要去做啥？来拣好了。拣好，咱就要来套刷咯。来套刷。对，因为蛤蟆伫土内底一刷。啊，套刷唔爱拍，是爱拍散水啊，拍空气落去。其实吼，正常大家无咧拍啦，啊，毋过阮有特别家拍空气，因为吼，咱家拍空气，互伊安尼有较有氧气，伊会吐了较清气。哦。啊，所以咱会当来看套刷。看迄边。好。啊，这就是咧拍空气。对，这叫做套刷。啊，咱通常爱互拍偌久的时间，蛤蟆咧吐久了后，其实马上就面临了。对，因为吼蛤蟆吼，为虾米咱爱先讲是安怎伊爱吐沙？因为伊住伫土内底，对无？伊伫咧咱讲咧滤食的过程，伊会食着沙，所以伊的腹肚内底会有沙。其实咱是先浸排水，互伊当做伊伫咧窟内。啊，毋过伊无吐，所以伊会食着水吐沙出来，有无？安尼甲水换掉啦。啊，毋过像你讲的骨头咯，营养嘛拢吐出来，所以骨吐伤久会死。啊，正确爱吐偌久？像阮咧吐啦，是拢吐头3到4点钟。3到4点钟。嘿，啊，有个人讲我吐一天袂使啦，其实迄拢吐甲足烂的啊，嘿，吐甲足虚的啊。啊，咱吐3到4点钟的时阵，同时间咱家拍这个叫做空气漏，是互伊的迄咱讲叫做溶氧量，有无？互伊这个水的空气较侪，伊会较活力。所以你看伊咧吐沙有无？伊这安尼喙。哦，这吐了进出来，喙拢吐啊进出来。水的，毋是讲干那吐一芳啊尔。咱就安尼有，所以你会看到讲，啊，阮嘛是用安尼咧看，伊有咧吐沙。啊，千万啊，毋通用手语甲摸，因为伊惊到伊会揪入去，伊就搁一站无吐啊。你就互伊安尼顺顺啊吐，吐头3到4点钟，咱就应该裹起来来去。啊，裹起来来去包装。是，所以你看伊拢搁是活的哦，蛤蟆咱是活的。你活的时阵，甲真空起来。甲真空起来。嘿，啊，伊就应该冻一礼拜。哦，咱来看真空包装。好。啊，你要变装起来。因为咱即摆伫的所在是咱的这个草级的加工厂，嘛是台湾唯一都即摆头一间，咱即摆做蛤蟆来草级的加工厂，所以咱爱符合这个卫生安全的规定。HACCP 种。嘿 ，HACCP 啦，甲 ISO 啦，咱拢咧申请啊。哦，是。嘿，所以你看卫生。啊，是安怎蛤蟆就爱做真空的这个包装？嘿，因为吼蛤蟆伊的一个特性，伫咧吼低温甲低压内底，伊会安尼开始了困，开始困。所以咱家己做真空起来，伊是毋是低压？会休眠啦。嘿，伊就咧困啊，啊会用互你吸搁较久。较早一寡阿姨啊大姐伊就讲哦，啊那真空咧无醒以外，伊是真空搁较醒，因为伊就规个休困啊。啊你开了后，就拿活的共款啊。所以咱即摆拢推广即个真空包啦，家真空起来。啊你要食的时阵才开。啊咱即摆就是一包，咱是放1斤。咱摕来家己真空起来，安尼就会使出货啊！啊，咱即摆若好啊，咱就来放真空。啊，咱真空吼，就是家己铺平，无伊会去弄着就会破包。
咱就家下落去，行过去放起来，日期就煞印咯。看咱的产品就好啊。哦，是安尼来的。嘿，这个爱处理去吼。嘿，因为互伊吸空气。嘿，爱烧油的。爱烧油的。嘿，互伊吸油，等下爱吸啊！你会失败，你无成功。所以你看，小可爱功夫的，有起到红，甲无起到红就有差爱哦。等下加吸的。爱一只，爱这支先好吸。起无红，嘿。哦，是。所以咱的蛤蟆就好咯。安尼啦，啊，这失败的啦。失败嘛不要紧啦，咱对一包行字。哦。以前哦，伊话哦，人家讲伊这品牌是伊大学的时阵才出名的啊，打饱嗝，食到会拍的啊。嘿，对。哦，是这个意思，啊，佮加汉堡的堡。对，汉堡的蛤蟆。汉堡的蛤蟆饱嗝啦吼，但是我看吼，你唔拿安尼，经过差有10年啊吼，大学的时阵到即马吼，哇，因为发现了真侪产品，我头一个看，这是模型还是真的会当食？这是色的，所以是真的。这色的，嘿，蛤蟆已经做色的啊，香温就会使啊。嘿。所以普通的室温内面，就会当拍开来食。对，因为伊即身色啊。因为我看内面无其他什么调味啊。无，就干那蛤蟆甲辣尔。啊，煮的色安尼就。就是咱用技术家煮的色，所以无任何物件防腐剂、逐项拢无。真厉害啊！嘿。哦，所以这是乌拉啊，这蛤蟆。这粉球嘛会使。哦，啊，这以后市场真有可能性咯。因为咱就是希望吼，甲咱的这种蛤蟆甲辣有无咱饲起来啊，辛辛苦苦，咱就是甲伊保存起来，莫讲一个风台啊，是讲一个做大水，伊就失去啊。啊，对饲的人来讲嘛无好啦，所以咱希望这个物件的推广，毋是讲干那讲后盖会当放足久的。啊，但是咱甲杀起来了后，伊的风味会失去。你若甲青的比，当然青的上好食。问题是你若甲伊保存起来，变做讲咱是安尼保存的啊，其实伊嘛是拢有伊的 DVD 的，伊袂讲差足济。我头有要求哦，我来做见证才会使来讲哦。等你试看嘛。啊，除了这以外，啊，搁这乌豆油。嘿，辣豆油，你看，一般的辣豆油甲咱这有机的，就是因为吼，迄哪有讲嘛，一开始辣会做台湾，就是因为消袂到日本嘛。啊，咱即马就是咧想讲要咯，甲这辣处理掉，做辣精，做辣豆油，去甲这原料用掉。哦，这以前咱咧做鱼架共款啊，蚵仔架，就敢若豆油。嘿，啊，咱就是甲伊做咱的辣精有无？啊，咱辣精创个足高的浓缩的，咱再搁甲做豆油。哦，这风味袂歹。嘿，足甜的，会有一个你讲乌妈咪。嘿。哦，这日本人上爱这种，下骹嘛这种。这蛤蟆豆油。这蛤蟆豆油。对，啊，阮的物件拢有着这种安尼。这咧？这叫做吼辣鸡汤，就是咱新研发的，咱甲辣煮落鸡汤内底山珍海味。啊，所以这吼年菜的时阵有无？大家。自做伙，规家伙仔做伙食，这只鸡就做温暖的。可能性啊，佫真济咧。嘿，足侪物件会当开发的。哦，加讲无效，先来食者才知影讲。有闻到香无？有闻到香啊。嘿，咱来看卖啊。来看卖啊，来试看卖，才会知影讲是好食歹食。哎呦，这就是色的，但是也无拍开啊。嘿，咱是不是安尼落去煮？落去开哦。你看哦，伊开起无开哦，落去就现开啊，因为已经熟啊。啊，色啊，是安怎爱搁煮？因为咱就是吼，咱讲密闭的啦，咱讲家己下一烧，下一烧的伊就起来啊。嘿，所以你会当看来。哦，所以你个煮的色嘛是爱有一个美感的。你看，拢开啊！你看，一般辣，嘿，一般辣无可能嘛，你爱煮嘛，所以伊就是下一烧伊就开啊，所以伊色啊。这有美感的。嘿。哦，你若要甲煮个色，但是佫莫互伊拍开，温度啊控制啊好。嘿，所以咱啊若无伊若色了伊。伊迄个金属，伊就拍开。所以咱就是吼，用这种叫做压力啦，高温高压，甲伊包开。所以咱是安怎下好烧，因为伊高压合掉的。哎，有妈咪嘛包伫内面。对，所以咱拢无添加，啊，咱的盐汁、汤汁拢伫内底，所以你会食看，拢有够只辣味，加一点汤这样子。哦，够补的啦。我拄啊感冒煞。毋过吼，咱来先讲吼，这个物件毋是要互你甲青的比，是要互你后盖有搁较侪选择，啊，搁吼，互咱的这个产业会当讲吼，莫讲因为台风还是啥有一个灾损，咱会当甲伊保存落来。
无啦，像阮遮即款少年的变大仙的吼，这若超市有通买落去吼，直接洗落去安尼就真简单啊，免洗免创啥的。嘿，而且你看哦，你若伫厝诶，摕一包这，你毋免烦恼讲啊无套衫，还是讲臭气，伊当放一年。放一年。嘿。常温放一年。嘿，免冰。无，这头拄仔你咧看伊包啊。哦，有影，有迄有妈咪的。嘿，啊你食看辣吧，佮有迄个甜味。诶，佮会甜。毋是迄个罐头哦。嘿，为会接落就浮起啊嘛。嗯。嘿，啊伊佮会甜，所以咱佮保留伊的甜味，啊佮一寡口感。佮粉粉。嘿。所以咱嘛是希望讲吼，后届是毋是寒人？因为寒人甲春天吼是咱这蛤蟆甲辣上肥的时阵，咱能食青的。问题是你若甲热天啊，还是讲即种季节毋对的时阵，咱嘛佮有咱即种上温的会当选择。哇，赞！多谢捧场，食了啊！这是恁家己想到的方式，还是日本人本有的这个技术？其实吼，这是阮应该讲吼，阮去想讲要安怎甲伊保存落来啊，就是阮一直咧讲的嘛。你一个风台来饲1年、饲2年的心火就了去啊。阮一直想讲要安怎会当甲遮的物件伫上好的时间保存落来，所以咱才去开发讲，因为吼蛤蟆袂冷冻的，你敢知？蛤蟆来冷冻了袂开。袂开嘛。对，所以你无法度冷冻，你要安怎个保存？就选这个常温的，所以阮才意往这个方向去想啦。啊，而且吼，你个煮吼，有是开起来，啊无就袂开。嘿。但是你咧搁爱用高温高压，甲瞬间，嘿。啊，才甲盖起来。嘿。啊，这炒好煮的时阵，就搁拍开。对，所以有的人嘛烦恼讲吼，啊，家内底毋知有掺啥无？无，这完全就是技术尔。咱用高温甲高压。哇，真系现代人的福音啊！有看到吼？乌拉，其实吼，恁两个姐弟啊吼，后面的故事还佫真长啊吼。不过因为1点钟啊尔，我都咧讲，这你的前半生安怎如此吼？我想问怡华吼，你本队做公关，你是啥物理由要转来？是因为家内有事，你转来斗相共，还是讲遮一般的这个青年的故事，讲要转来奋斗，都一种。其实吼，我原本咧做公关嘛，伫台北，所以其实我嘛有家己的事业，啊嘛做了袂歹啦。啊，搁一点就是讲吼，即个咱讲我是一个女性嘛，所以其实伊咱台湾传统来讲，厝的事业其实跟我无关系啦，所以将来就无想讲要转来。啊，要大上大的原因就是乌拉伫疫情的时阵，乌拉因为日本的关系销卖出去，啊，搁拄啊好厝的吼，阮有一个通路是咧交连锁超市，即个超市去用并购，变做讲嘛无。啊，所以无爱收恁的。对，因为讲伊并购嘛，伊讲原本就有供应商啊，无需要搁改变。啊，所以变做讲，哇，拉嘛无效，无销，蛤蟆嘛无销。迄个时阵，阮爸甲阮妈就逐工摸咧烧啦。啊，我公关嘛是咧甲大家卖物件嘛，咧帮品牌卖物件。想讲转来斗卖看卖。对，我伫遐帮大家咧疫情咧活落去，搁要阮厝的家己安尼做袂落去。我做了搁较好，我嘛无欢喜啦。所以迄领我才讲，阮弟弟嘛要大，我想讲啊，无咱做伙大。啊，伊迄阵是啊有志一同想要转来，还是讲伊拄啊好毕业？伊拄啊好毕业，问题是吼，伊迄那是因为厝的嘛是拄啊好饲了愈来愈歹。伊转学。我之前读的是英文。啊，你之前读英文哦，啊，我就大了。啊，你嘛是半途专业啦。转学啦，伊转学去读。是为了厝内家业，啊，才去开始。因为迄个时阵就是厝的，阮爸遐粉药就是拢有问题，拢饲无好，毋知影啥物原因。我就是讲，我来读迄种像管科系，来去看看卖到底是啥物问题。应该是讲我少年人，我会当去读迄寡较无共款的物件，就是科学化养殖拄则讲的迄寡菌来去甲带入安尼啊。根本就是想好啊，才去针对着目标就去拍拼。伊是啦，应该是讲一生带啊，伊毕业伊带厝的啊，啊伊甲阮爸就安尼，逐工安尼弯来弯去啊，扛4-5克。嘿，啊迄仔我搁伫台北嘛，啊阮爸搁伊来一个骹内拢讲啊，冤家啊搁一个骹内讲啊，迄哪无销，蛤蟆无销，对吧？我嘛做烦的，啊我带厝的处理好啊。啊，你是迄阵是拢甲恁爸咧玩啥？就是应该是讲观念差足多啊，像讲饲料就好啊，伊就是感觉讲你粉药、你哪啊，你无饲料袂大。啊，不过我的观念就是，其实咱这个水就有够肥啊，咱想的是要安怎做出走水，做出走水，
互粉药互人食，你厉害看了，根本伊拢袂食。伤肥啦，伤肥就六岁啊。伊即摆会接受的。伊嘛是爱接受我，应该是讲，因为就是阮后来对无？你有成果？有成果，就是阮有分组，就是这边开了我的，啊这边开了我笑西西啊。一边走了啊。是这个原因咯。无啦，看恁少年你接得袂歹啦。但是吼，我要先问姐姐吼，你是三小班的女班长呢？我讲白哦，咱台湾即摆农业内面，三小班要有查某囡仔来做班长，一介少，伊阁是海口所在。你这敢无困难？你讲到一个重点嘛，一开始哦，我拄大的时阵菜鸟嘛，逐项袂晓，我就是讲我要去上课啦，家己参小班啦，也是讲接受一寡辅导的嘛。我要去参小班的时阵，人是无爱互我教的呢。人讲哦，恁老爸代表就好啊，恁母也代表就好啊，你免真诶。到尾我就是讲哦，有啥那呢？咱就认真做，我就开始做我遮的物件，做出一寡成绩了。过2年是人甲阮爸爸讲，无互恁查某囝来做班长。人变做甲你邀请了对。嘿，是来经过抗争啦。我嘛无抗争啦，无声的抗议啦。我头下就看到一个海报，讲有一种判硬叫做不认输，无认输，就是这种的啦。迄人甲我落的哦，迄毋我家己讲。但是吼，你从我转来的时阵，刚搬进2档去做三小班的班长，迄进前你家己安怎去，敢若去摸，敢若去扫去创安尼。其实应该讲吼，大的时阵上大的问题有2大啦，一大就是饲无好，一大就是卖无好嘛，就是这2件代志嘛，对无？饲无好，我甲阮弟弟做伙拍拼，等下伊会当分享。卖无好要安怎？我当囡仔嘛一直咧想，这个蜡仔无销，你拢专门咧销日本的，你即摆回头要来卖台湾，就像咱讲的阿送就讲迄饲歹的啊，才要卖台湾，其实伊是无共品种，所以咱开足侪时间去招装、去推广，互大家会知影讲这新的品种。蛤蟆的部分，因为人买咱的蛤蟆嘛，我囡仔就咧想，咱若无做品牌，咱今仔若是品牌，人就袂甲咱换掉啊。人会讲这个品牌卖了袂歹，咱搁家己去加一支产品，毋是减一支产品。所以即马大，我就用改我的品牌落去做，所以落去餐厅、落去超市，安尼去推广。一开始嘛足辛苦的，因为你人捌你嘛，想要甲你合作，咱就开始豆豆做。比如说，咱安尼咧饲的过程发现一寡特色，我是公关嘛，所以咱这个物件会当符合有机、符合产销履历，咱就去摕到这个认证。包含咱即马伫的这个工厂嘛是啊，咱先看好为虾米蛤蟆的工厂拢爱安尼半露天的啦，安尼吹风防日啦，太高暖落啦，安尼。杂地地，我就是讲，我袂安尼，后盖我要带做的嘛，我袂安尼，较舒适的环境，咱就甲投资落去，所以豆豆做，发现讲，咱摕到台湾对伊个有机，咱摕到台湾对已经的这个蛤蟆的这个专门的初级甲工厂，就是豆豆做起来，人嘛看到咱的成绩，咱这段时间内，咱做出侪档，别人无法度做到，还是无想要做的代志，咱拢甲做起。弟弟，我要问你吼，咱做这粉药也好，做这乌拉也好吼。敢有大细话？应该就讲，阮寒人的时阵，你迄个气候较稳定啊，所以寒人的时阵其实是粉药还是人的品质上好上肥的时阵。大出的时阵。像即马风台是一个风台啦，落大雨啦，有诶无就是较无稳定，一来无稳定，二来湿，过来伊会死去啦，死去，量就无遐尼济啦。所以嘛是有季节的差别啊。对。规年拢有蛤蟆，你规年去菜市啊，一定袂有蛤蟆。问题是品质稳定甲无稳定。所以我会问这第一就是讲，有的人会去利用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去调节这个产期，这种就是亲像恁做色的，来调整这个产期。恁有这个想法，还是讲其实恁即摆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应该讲即摆就是做安尼。你讲的这个因为蛤蟆爱饲1年，所以你无法度讲我去撇开讲热天莫饲，无可能。你不管什么时阵开始，你一定要经过热天。对，所以阮才会去选择伫后段，咱莫搁互伊饲甲，咱就互伊饲甲肥的时阵，咱就收起来，毋是讲饲甲莫超过热天安尼。迄阵是就要紧收起来。他倒我问的拢是恁甲顶一地啊，恁遮底下会冤家袂？其实袂。我现在玩。袂。其实袂。
因为吼，阮两个差足侪岁呢，阮两个差6岁。啊，差6岁。啊，搁一点就是讲吼，我家己公关嘛，所以其实我甲我的专长就是讲，甲人。你知安怎化解？嘿，甲人安怎讲话啦？要安甲你讲，我换一个方式甲你讲嘛。啊，阮若要起起来之前，阮就跟换一个方式。其实阮袂冤家啦。啊，而且阮讲这叫做沟通啊。我会甲伊讲，我是安怎要安怎做。我定甲伊讲一寡吼，伊想的拢，你是咧讲啥？问题吼，我拢都讲甲伊去做。真的啊，对，伊就讲你讲我无。是阿姊来宽慰来讲，你真正有办。无伊真诶，应该是讲，迄说服能力较好啦。应该是讲，像讲有一寡苦辣的代志，连我拢感觉讲，这个无可能做的代志，都无人安尼做。我内行，不过我搁较外行，对无？我比阮弟弟外行嘛，不过我比足侪人内行的嘛。啊，我以外行的角度甲伊讲，我会讲一寡我想的用逻辑性，嘿，还是讲逻辑来讲，你应该搁较好管理啊，是讲你应该改变这，咱会当搁较好。我想的可能是5年、10年后，你看到的成果。问题阮弟弟当下咧做的人，伊捌甲我印，像我捌甲讲吼，我想要咱的蛤蟆饲起来拢足肥的，伊捌甲我印一句话，我用我的技巧讲吼，饲莫死就好啊，免啊饲到肥。真的啊，伊讲伊即摆会令你饲了莫要死就好啊，即摆即种状况，你搁甲我要求要肥，我讲这不冲突，你饲了莫死的东西，你会想啊，你会想啊，该免乱变肥啊，对无？啊，即个物件就是我一直甲讲，我甲讲对一年，甲讲对2年对。啊，毋过伊讲伊无法度看遐尼，因为伊20窟伫眼前，伊就爱顾啊，对，所以这东西我感觉嘛是为地的无共，啊讲个想法，所以我一直甲伊提醒，你爱搁做遮，爱搁做遮，咱搁有遮。因为阮一直讲吼，阮大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啦，遮的窟仔，这片土地，若5年、10年后咯，蛤蟆饲袂出来啊，要安怎？阮贷款期间，阮就来走咯，无可能嘛。所以阮咧做的代志，阮咧想的代志，永续。对，咱要永远只要拢会找会出来，大家毋才愿意饲，才袂有人放弃，大家毋才会叫伊的囝搁蹛饲，这个所在毋才有发展。哦，今仔日哦，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安界一对姐弟啊，哦，互你加饱嗝，哇，你食甲会饱味啊，佮有妈咪。我希望哦，5档了后，咱来再访的时阵。佮看到恁哦，事业已经大进展，尤其哦，替咱台湾再往前行。感谢两位，感谢。